好啦，咁我哋睇下呢一張嘅多單到底成唔成功咯？OK， 成功止盈。Hello， 大家好，我係 Moon 阿兔，一位大學畢業嘅全職交易員，歡迎嚟到呢個可以輕鬆幫你賺取第一桶金嘅 channel。我發現啊，好多學員都有同一個問題，就係問阿 Moon， 到底我應該用乜嘢嘅時間級別圖表去揾到入場位置機會呢？咁 Moon 呢一集為咗回饋大家對我嘅支持，所以呢條片我會一步一步咁樣去教識大家點樣去利用唔同嘅時間級別圖表去揾到最佳入場位置。好多社群嘅學員都會好想知道，點解次次 Moon 嘅入場位置都可以咁精準，而且次次都可以捉到一個反轉嘅趨勢。咁如果想知道 Moon 背後嘅秘密，就記得將呢條影片睇到最後啦。OK， 咁我先介紹一下 Moon 嘅呢個方法。首先係要運用到日線嘅圖表、1小時圖表同埋15分鐘圖表。我哋需要由大至細嘅 time frame 逐步去揾出入邊帶俾我哋嘅細節。咁首先略介紹一下每一個圖表攞嚟做啲乜嘢。首先日線嘅圖表，日線圖表我哋會攞嚟確認趨勢方向。咁1小時圖表攞嚟做啲咩呢？就係揾出市場結構轉換信號。咁15分鐘圖表就要揾出細節嘅位置，揾到入場位置，例如有啲咩 order block、FVG 或者係 OTE 入場位，呢一啲都係喺細 time frame 度出現嘅一啲細節入場機會，市場提供俾我哋嘅機會。咁我哋直接去到日線圖睇下我哋點去做分析咯。咁我哋嚟到呢一個日線嘅圖表，咁我哋呢一個策略主要係運用咗聰明錢同埋 ICT 兩樣混合去使用，提高我哋嘅勝率。OK， 咁首先我哋要確認我哋嘅趨勢。咁我哋見到呢度有個低點、高點同埋低點，再往上創一個新嘅高點。咁呢一個趨勢好明顯就係一個多頭嘅趨勢。咁我哋需要揾啲咩出嚟呢？我哋最好就要揾出 FVG 亦即係失衡區。咁如果唔清楚乜嘢係失衡區嘅，就要記得去我 SMC 基礎教學影片入面會有一條關於失衡區影片，會有詳細嘅講解俾大家知道乜嘢係失衡區。好啦，咁我哋就需要揾出失衡區嘅位置 FVG， 亦即係大概呢啲位置啦。咁我哋喺日線嘅圖表就要等待回踩，然之後先去創一個新高。咁每一次一個大拉升都必須會經一次回調，先會再向上創新高嘅。咁所以我哋就要等待回踩 FVG， 然之後再去揾入場機會做多。咁我哋一嚟到1小時嘅圖表，咁我哋一見到成功回踩到 FVG， 咁 FVG 係咩意思呢？亦即係話呢一個區域尚有大量嘅訂單仲未被成交，咁所以價格逢親嚟到 FVG 區域都會出現一個輕微嘅反彈。因為呢一度嘅大量訂單已經成功被成交啦，咁可能就會出現一個市場結構轉換信號。咁我哋見到多數都會喺 FVG 區域進行一個盤整區間，然之後突然有一波拉升，出現一個 MSS 市場結構轉換信號。咁然之後當見到市場結構轉換信號，我哋就需要喺一個細嘅 time frame， 亦即係15分鐘嘅圖表，去畫出更精準嘅入場位置。咁我哋一嚟到15分鐘嘅圖表，咁我哋首先一定要揾出流動性。咁如果我哋想做多嘅時候，咁我哋一定係向下掃取流動性，然之後再向上嘅。咁所以我哋標記出下邊低點嘅一個流動性。咁我哋將佢標記出嚟啦。咁我哋大概嘅走勢就係，首先價格會先獵取下面嘅流動性，先會再向上創出高點嘅。咁我哋獵取流動性呢個位置，同時之間都要去揾到入場嘅位置。咁我哋首先就要判斷翻當時嘅市場情況。咁我哋總共有2項需要去留意嘅地方。第一個，會唔會有機會回踩 order block， 然之後先會做一波拉升 order block。咁第二個機會係啲咩呢？就係 FVG。咁亦都有機會回踩到 FVG 先至做一波拉升。
好啦，咁我哋再仔細少少，再睇一睇一個 Fibonacci retracement， 亦都有機會去回踩0.705嘅地方，0.705，亦即係 OT 嘅位置，嚟到呢啲位置再做一波拉升。咁呢三樣嘢就係我哋獵取完流動性需要關注嘅位置，0.705 FVG 同埋 order block。咁同埋做多個位置一定需要喺0.5以下，0.5以下，亦即係折扣區。咁樣我哋先可以以一個比較低嘅價格去進行做多，咁樣我哋先可以有一個好高嘅盈虧比。咁例如我喺 order block 呢度做多，咁我哋嘅止盈位置可以放喺上面高點，然之後止損可以放喺 OB 下方。咁樣我哋見到盈虧比可以高達1:12，1:12。呢一個就係我哋入場需要留意嘅一啲細節位置。咁我哋一嚟睇一睇一個實際嘅例子。我哋嚟到比特幣嘅日線圖表，我哋由呢三支強而有力嘅上升就已經見到呢一個趨勢係啲咩？就係上升趨勢。咁我哋同時之間亦都喺呢兩個位置見到一個 FVG 區域。咁我哋將佢標記出嚟先啦。好啦，既然日線圖表我哋確認咗趨勢同埋揾到 FVG 區域，咁我哋就轉去1小時嘅圖表。1小時圖表，好啦，我哋嚟到1小時圖表啦。咁我哋就首先要等待佢回踩咗 FVG 區域入邊先。OK， 依家慢慢開始回踩到 FVG 入邊區域。OK， 咁我哋見到我哋1小時需要揾嘅就係市場結構轉換信號。咁我哋標記出市場結構轉換信號。好啦，然之後再睇下佢會唔會去回踩呢一啲嘅位置，我哋再睇下佢點樣走咯。好啦，我哋由呢一支咁有力嘅下跌 K 線就可以判斷出呢一個唔係有效嘅回調，咁如果想知道點樣為之有效嘅回調嘅話，就記得去我哋 SMC 基礎教學影片度，入邊會有詳細嘅解釋俾大家。咁既然呢個唔係有效嘅回調，咁我哋繼續望落去睇下價格點樣去走。好啦，而家仲喺 FVG 入邊盤整緊。好啦，我哋見到呢一度有一波升幅，咁一個有效嘅回調，其實就係應該係慢慢下跌，慢慢下跌，由多支 K 線組成嘅下跌，而唔係一支有力嘅 K 線直接踏到一個 order block 嘅位置。呢一個並唔係一個有效嘅回調。咁我哋見到呢個位置咯，我哋見到其實佢已經獵取咗呢一個流動性嘅位置，呢一個係流動性嘅位置。咁我哋將佢標記出嚟先。好啦，標記出流動性嘅位置。咁我哋既然揾到市場結構轉換信號喺呢個位置，亦都將佢標記出嚟先。同時之間亦都揾到流動性獵取嘅動作。咁我哋依家就要打開15分鐘嘅圖表，去揾到精準入場位置。好啦，咁我哋標記出所有我哋已知嘅資訊先。好啦，打開呢張圖表，我哋見到呢一個位置其實出現咗個咩？order block。好啦，呢一個位置再出現埋一個 FVG 呢個位置。好啦，當價格回踩咗 OB， 順便回踩埋 FVG， 並有一個成功獵取流動性嘅動作，並且企穩咗喺上面嘅時候，我哋就可以即刻開呢張多單。咁我哋順便睇埋一個 Fibonacci retracement 啦，咁咪拉起呢一波嘅升幅。咁唔一定每一次都會係回踩到 0.705 嘅，而呢一啲15分鐘嘅 K 線正正回踩咗喺 0.705 嘅上方，企穩喺 0.705 嘅上方。咁呢個時候喺多方確認之下，就可以喺呢一啲位置去做多。咁我哋點樣去 set 我哋嘅止盈同埋止損呢？咁止損嘅話，我哋就可以放喺呢個 OB 下方，穩陣少少，放喺 OB 嘅下方。咁止盈點去揾呢？我哋打翻開一個高少少級別嘅圖表，我哋打翻開1小時嘅圖表。我哋止盈嘅位置其實可以放喺上方嘅流動性，亦即係呢個位置。
上方嘅買方流動性呢個位置，咁你將佢標記出嚟啦。好啦，咁我哋睇下呢一張嘅多單到底成唔成功咯？OK， 成功止盈。咁呢一個盈虧比亦都達到1:4.6， 1:4.6係一個非常高嘅盈虧比。咁呢個就係 Moon 平時點樣去運用唔同嘅時間級別圖表去揾到入場位置機會。咁如果想深入地學習有關 ICT 或者聰明錢嘅話，亦都歡迎加入我哋社群一齊學習。